基美病院中医部骨伤科的主任任东辉表示，椎间孔狭窄是青光眼脊椎病变之一，容易引发神经痛，好发伫青壮年族群、工作甲生活紧张。发生的原因真多，包括外伤、基因，或者是长期徛久、坐久等。如果筋膜粘连，容易酸痛、会麻等。因此，透过小扁针结合美式的针剂，会用的有效来疏解。现代人呢，他因为生活忙碌啊，交通拥挤常常会有一些车祸的受伤，或者是长期使用3C 产品，然后造成这个姿势不良，导致颈部或者是腰部的一些病变。那常常时间久了就会产生筋骨的粘连。那小针刀跟这个 MCT 合并使用呢，可以松解筋骨的粘连，帮助患者解除这些手脚麻木、酸痛甚至失眠的这些症状。小针刀呢是针对筋骨粘连的部分，可以把筋骨粘连的部分松解开。那 MCT 它是一种美式的整脊，可以把我们的骨架歪斜的地方把它矫正，让气血可以比较顺畅。亲像这名51岁黄小姐，因为去年底车祸受伤，造成颔胫椎间孔狭窄，会酸痛，甚至手举袂悬。后来经过5-6天的小扁刀，才渐渐来疏解。出车祸，然后导致我的颈椎到手肘会痛，然后连骑车双手都没办法举起来。然后我就搜寻到了这个人医师，我就想要尝试做小针刀看看，就这样。然后第一次回家的时候，感觉是痛，没有那么痛。然后我再来三天后，我再过来一次。第二次的时候，我发现我骑机车可以骑，因为你双手可以举起来了。然后我就持续这样一直做这疗程，效果我觉得还不错，甚至手会麻，手指头，我到现在已经完全不会麻了。医师表示，小扁刀甲一般针具的针无同，伊是利用扁形的刀刃，融合针甲刀的特色，伫特定的部位进行软组织的松解甲治疗，是卫生福利部认定有效而且安全的治疗方式，属于技术性的治疗。但并不是每一位中医师拢会晓小针刀，而且目前健保嘛并无给付，属于自费的项目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